寧安護理關注舒適度同生活品質，長輩們無論係認知障礙症、癌症或者其他晚期病患，佢哋嘅認知、感官、健康狀況都有唔同程度嘅缺損，容易受環境影響而感到不安。所以安舒嘅環境係好重要㗎。若然加上溫暖嘅問安、祝福、握下手或者擁抱，都可以令佢哋感到被尊重。同長輩握手之前，可以初暖自己雙手，用啲力稍作停留5至10秒，亦都可以從佢哋手嘅溫度知道佢哋現時係凍定係暖。長輩未必能夠睇清楚同工嘅名字，我哋可以行近佢哋，逐一向佢哋介紹自己。我哋要協助長輩舒適咁坐喺安樂椅上面，舒適嘅坐姿對於能夠放鬆好重要。寧安護理最標準嘅要素，要檢查長輩係咪有疼痛同其他不適。患有認知障礙症嘅長輩未能夠用言語表達佢哋嘅疼痛情況，因此同工應該密切關注佢哋嘅面部表情同肌肉緊張等非言語信號，同佢哋作出疼痛評估。當長輩坐低嘅時候，可以俾佢哋墊一啲 cushion。好多患有認知障礙症嘅長輩都中意有一張毛氈，俾佢哋感受到安心同安全。當長輩覺得舒服嘅時候，佢哋會更加容易接受被關顧，願意同別人交流同埋接觸。啱啱示範呢4個步驟：歡迎、安舒、疼痛檢查同埋保暖，可以俾長輩從外到內都感到暖意。